萱萱怎么了？可可姐，我嫂子跟我妈吵了一架，一不小心摔倒了，孩子没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嫂子正在里面手术。实在啊，你去医院看看孙倩怎么样了？医院里有护士，我去也帮不上什么忙。你怎么这个态度啊？孩子没了，事情能成这样，你也有责任。现在家里这个环境，啊，没了正好，我还不想要呢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！哎，你不是也怀疑过这孩子是不是我的吗？现在没有了正好。可可，你说我是不是特别没用？连自己的孩子都没保护好。倩，这件事情不能怪你，你别太自责了，还是先把身体养好，啊？你说我们姐妹3个人，我是最向往自己的家庭生活的，我也是最早结婚的，最早有自己的孩子。我以为我自己的人生梦想都已经实现了，是最幸福的人。可你看我现在，可是我们3个，你是最勇敢的。是，我是最勇敢的，我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婚姻这条河里。可是我现在被冲到哪儿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真的把婚姻想得太简单了。我原来以为，只要2个相爱的人在一起，就能克服各种困难，就这样幸福的在一起。想想，那时候结婚没多久，2个人甜甜蜜蜜的，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。我觉得这就是爱情的结晶，是老天爷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可是后来慢慢的，我们每天就上班下班，回家就带孩子做家务，2个人交流的就很少了，甚至有时候不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，感情就这么淡了。直到有一天，你会突然间发现，这个曾经天天跟你在一起生活的那个人，你突然间就不认识了。滚！可是他是你孩子的父亲，你曾经最爱的那个人，是你一辈子要白头偕老的那个人。可是这个人还在吗？倩，果果说的对，任何一份感情都要用心的呵护。这过日子啊，有太多琐碎的事情，让2个人的感情就这样没了。我问你一下，你知道沈总什么时候回来吗？不知道呢。
真的把婚姻想得太简单了。我原来以为，只要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，就能克服各种困难，就这样幸福的在一起。接着呢？其实我也是被问怕了。每一次面试的时候，他们都问我是不是未婚，没结婚才有资格去面试。我看这次的工作机会挺好的，所以我就撒谎。就凭你和老板的特殊关系，真以为自己高高在上了呀？我什么特殊关系了？简直不可理喻。可是后来慢慢的，我们每天都上班下班，两个人交流就慢慢的少了。那我问你，你上那女人车干嘛去了？你怎么不给我解释解释？你是不是告诉老板，你连男朋友都没有啊？我懒得跟你说。甚至有时候不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，感情就这么淡了。一切工作准备就绪。你的办事效率真是太让人满意了。谢谢程总的夸奖。准备好面对记者的提问了吗？当然了，知道我们的记者发布会是做给谁看的吗？当然知道了。下一步我就要去会会他。真不愧是大名鼎鼎的商业翘楚。一走进您的办公室，我就再度领略到了您非凡的气度还有气场。谢谢郭伟小姐的夸奖。您今天来是？谢谢。成果投资，哎，我记得您是做媒体的吧？怎么转做投资了？有钱赚，为什么不做呢？我这个人最看重的就是，了解了解，郭伟小姐说话还真是直率啊。我呢需要钱，我也喜欢钱，我的目标就是成为像您一样成功的有钱人。谢谢谢谢，那您今天来是想要？我今天来呢，是为了豪镇游艇项目。齐董应该对这个项目很了解了吧？这个项目不是骑士公司的吗？怎么会到你手里啊？是这样子的，骑士公司呢，因为资金的问题，已经放弃了这个项目。这个项目的宣传是我做的，我看到这个项目这么好，如果就这么放弃了，实在太可惜，所以就决定自己来做。今天来是为了得到齐董您的支持。那就表示说你接手了这个项目。好啊，那我先祝你成功了。谢谢您。不知道能不能荣幸的请到您参加我们项目的发布会？好，我一定参加。谢谢齐董。齐志强确定会来？他亲口答应我一定会来。太好了。果果，到时候你是新闻发布会的主角，在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，务必要做到滴水不漏，不能让他们嗅到任何蛛丝马迹。
媒体是一柄双刃剑，尤其是金融投资行业，水很深，记者的嗅觉也最灵敏，通常能够嗅到这个行业背后的腥风血雨。成果公司新注册，它的来头跟背景一定会被咬住不放，所以不如我们先来排练一下。啊？请问李晨董事长，豪俊游艇的项目情况？我们项目覆盖了本地2/3的海岸线，和20家邮轮公司有合作，市场份额达到了60%。那么，请问成果公司背后的财团或者是投资方有哪些呢？我们公司的财团我们公司的财团不就你和我吗？啊？再想想。成果。请成果公司董事长、豪俊游艇项目负责人李晨果女士上台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各位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在这里代表成果股份有限公司宣布，豪俊游艇项目正式启动。感谢各位朋友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发布会。我们这个项目被誉有海上移动黄金，是成果公司斥资10亿打造的项目。请问豪俊游艇项目的耗资多少？几年内能收回投资？我们的项目斥资10亿，预计3年内收回投资。项目的利润来自哪里？我们项目主要针对的高端消费的群体，像游艇租赁，还有周边房地产的开发。游艇项目投资巨大，成果投资公司作为刚成立的一家公司，你们是怎么取得这个项目的？在公司成立之前，我们对这个项目就进行了大量的市场调研。之所以成立这个公司，就是为了全力运营好这个项目。希望各位和我们一起见证成果公司的成功。这么大的投资，请问成果投资公司背后的财团是谁？非常荣幸，在项目筹备当中，我们就得到了投资界的泰斗齐志强先生的全力支持。项目的后续资金也将由齐先生全力出资。请问齐志强先生，为什么要投资这个游艇项目？我对这个游艇项目前景看好，当然了，我们更看重的是这个项目的发展与执行团队。我对这个项目非常有信心。接下来的项目将会有什么动作？这个项目以后将会由卓然公司的沈董事长沈兰卓女士全权负责。发表会完成，将来我们这个项目一定要把它做好。齐董，哎，果小姐，今天的发表会非常的成功啊！谢谢。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卓然公司的沈董事长，以后这个项目就由他全权负责了。你们两位聊一聊啊。沈总，这沈总也算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啊。你不也挺厉害的吗？一个媒体人，一夜之间也成了投资人了，不也是靠男人吗？我和你的性质可不一样，我是靠自己努力的。是吗？可这个项目我负责，投不投资我说了算。今天成果公司的发表会非常成功，而且媒体
在第一时间都把消息给发出去了。以后啊，要常常跟你合作，我们可以合作更大的。非常期待。今天很成功，辛苦你了。能够为你做事，我很开心。千万不要这么说。项目顺利开展了，接下来的就交给我。好。和我们一样的项目，真的假的？千真万确呀，这网上都登出来了。那我们的项目还没开始就被人抢了先机。新来的总经理第一个项目就失败了，说这集团怎么考核他呀？那王可可走人不是眼下的事了吗？那还不是怪咱们财务部有些人不长眼睛，申报资金晚了。现在这事儿好了吧？啊，项目做不下去了。怎么是果果？可可，你有看到吗？我看到了，这个果果怎么搞这么大，一点风声都没有透露？他不会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吧？不会吧？可是你看，这个项目的情况跟我们的几乎一模一样。那果果是干媒体的，他可能就知道一些内幕的消息，发现一个赚钱的好机会呢。那他选什么机会不好，偏要选一个跟我们公司一模一样的？可可，刚好今天完成一件大事，我们俩去轻松一下。大事？你知不知道这游艇项目是我们骑士公司陈总的第一个项目？我进这家公司当总经理助理，公司能够给我15万年薪，都是因为这个项目。你说你一个搞媒体的，搅和人家投资项目干什么？你把这游艇项目公布了，就面临着我要失业了。在发布会上，你说你决定投资这个项目，你有问过我吗？这么好的项目，当然要投啊！成立这家新公司就是为了这个项目。再说发布会那么成功，你怎么突然会这么问呢？你口口声声说这个项目是给我的，也把我推给媒体，可最后决策人还是你呀！唉，这个项目就是为了你而做的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呀！看来他在家里是待不住了。是啊，所以说你能不能帮给公司安排个职位啊？公司实在是没有空缺，要不然我能见死不救。我的一个合作方好像正在找私人助理，要不然你让他去试试。啊，明天10点准时面试，千万不许迟到啊！哇，复试通过，年薪15万呢。哎，这个马总人还真靠谱，合着1个月1万多工资，你看没有？关系户就是好。你知不知道这游艇项目是我们骑士公司陈总的第一个项目？我进这家公司当总经理助理，公司能够给我15万年薪，都是因为这个项目。你介绍那马总真好，1个月给了他1万多的工资呢。是吗？大常，这次谢谢你。你都开口了，我怎么能不帮忙呢？果果。怎么了，美女？你们公司特招了一个助理，我认识的。
我最好的闺蜜，在我男朋友的公司给我男朋友当助理，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。大成，这段时间以来，我为了你的计划，四处求人，四处筹钱。为了你的发布会，我动用了我果果所有的人脉。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？因为我爱你，我希望得到你的信任还有尊重。我怎么都想不到，我在你心里的地位是这么的低下。是你要我帮你的好姐妹找份工作，你忘了吗？本来我安排让她去我朋友的公司面试，可她那天自己迟到了，对方都说了不用她。我是在帮你，你现在却来怪我，而且为了给你面子，走的还是集团特批的程序，才能给到她那么高的薪水。如果你觉得她来我们公司当我的助理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明天就让他走。不要。为什么？我用了他，没有告诉你，你觉得我不信任。反正现在这个项目也不在骑士公司了，也没有这个助理存在的必要了，他随时可以走。王可可她和你不一样，和我也不一样。他要面对各种的生活压力，他需要这份工作。况且我也不想他因为你受到连累，毕竟这不是他的责任，不是吗？那你到底是希望他留下来，还是不希望他留下来？要让他继续留在骑士公司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我希望你知道，他能够留下来，只是因为你。申请回骑士公司？对。卓然现在很需要你，新的项目刚启动，有很多事情需要做，你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走呢？沈总，我来卓然公司呢，那是因为你要投资我们公司的项目，但是现在你们转投其他的公司了，我还有什么理由再待在这里呢？你不担心王可可吗？只要你不走，我可以保住王可可的工作。这男人啊，真不能随便靠，靠得了一天，靠不了一辈子。我看王可可呀，今天就得卷铺盖走人。你说王可可走了，新的特助人选会是谁啊？他都是特批进来的，城中肯定还能再特批一个进来。老婆，工作快没了，你是不是特别难过？我能不难过吗？好不容易找到一份这么好的工作，眼看就要没了，都怪你。当时你要听陈总的话，上报资金申请，
项目启动了，就不会被别的公司抢先了。现在倒好了，工作没了，就要被打回原形，到时候拿什么还房贷？我天天待在家里，又要被你妈催着生孩子。陈总，陈总，是真的吗？虽然这次项目被别的公司抢先了，对我来说也是个沉重的打击。没有能取得启动资金，虽然是财务部的问题，但是你也有责任。我希望你呢，把这当成是教训。你放心，你在公司的职位不变，薪水不变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开发新的项目，你还是要为了公司的利益做最好的打算，好吗？是。喂，老公，跟你说个好消息，什么好消息啊？我的工作保住了，职位不变，薪水不变，可以在这继续工作了。真的啊？陈总亲口说的。好。沈总，谢谢你啊。谢我？对啊，肯定是你跟程总打过招呼了吧？可可又可以继续工作了。对你来说为难的事儿，在我这儿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。我说过，无论你有任何困难，只要跟我说，我都会尽力帮你办的。那你现在决定不走了吧？是。这王可可的背景还真不一般啊！还不是？不，我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。哎，不对呀！咋了，袁经理？我总觉得这事儿吧，可有点不太对劲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你说王可可不走，是因为有程总在这儿撑腰。这项目都让别人抢先了，这李小军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对啊，李小军怎么能不回呢？不行，我得给李小军打个电话，我得赶紧把他叫回来。财务部还这么多事。我看行，你快打吧。袁经理，哎，小俊啊，哎，我说你是不打算回来了是怎么着？啊，是新老板不舍得放人呢，还是你不舍得走啊？这项目都做不下去了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行，你赶紧回来啊！你又要回骑士公司？对啊，公司领导让我回去一趟。陈大成吗？不是，是我们部门领导，所以他们让我回去，我也不敢不回去，我怕我担不起这个责任。我走了。程大成，你要把李小俊抽回去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袁经理，到我办公室。哎，程总，好。程总，是你把李小军调回来的？是啊，项目不做了，他是我们财务部的人，应该回来了吧？是你是总经理还是我是总经理？怎么用人，是你来安排吗？我有我的计划。哦。之前的项目没有成功，是你们财务部的失误。你是不是还想再失误一次？不，程总，我错了，我这就让他回来。不，我这就让他别回来啊！
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你叫我回来的吗？你赶紧回去吧，别回来。为什么呀？你到国安公司赶紧回去上班去，没叫你回来，你就千万别回来呀！到底为什么呀？你就别问为什么了，我现在命令你，赶紧回去。今天觉得就像过山车一样。哎，你说那个陈总，他为什么没有开除我，反而让我好好工作呢？这不是好事吗？既然工作保住了呢，那你就好好的干。我觉得他一定是看我工作特别努力，所以被感动了，舍不得让我走。那要这样的话，那我就真要好好工作，不能辜负他。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妈，这几天让你单独带大豆子，辛苦你了。是妈对不住你，也是我自己不小心。你要是心里有什么不高兴啊，你就说出来，妈能接受。最近家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我对你呀也没好声好气的，你可别怪妈啊。你嫁到我们张家这么多年，也没过过一天好日子，真是难为你了。妈，别这么说。哎，都怪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呀。可你们孩子都这么大了，这日子呀还得过下去哈。妈，为了大豆子的健康，我还是想带着他单独过。哎呦，这得花多少冤枉钱呐！我自己可以挣啊。咱们是一家人，这孩子呀，还是咱们一起带好。哎呦，妈，这是我和小俊给您买的按摩椅，您试试舒服吗？哎呀，真是，哎呦，可可啊，这很贵吧？你们花这钱干什么呀？花多少钱孝敬您也值啊！儿媳妇孝敬婆婆，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哎呦，还真别说，躺着还挺舒服的啊。其实我们在网上搜了好多按摩椅，就这隆康牌的，说是按照中医穴位3D 按摩机器，能够缓解疲劳啊，而且按摩起来感觉像人手一样，是吗？是特舒服。那以后您坐在这按摩椅上，您就想着您儿媳妇在给您按的啊。可可你真好。啊，对了妈，以后你想买什么跟我们说，现在在网上买东西特别方便。好。哎呀，让我享受会儿。看来这各种关系都是需要用心经营的，就连婆媳关系这么难搞的事儿都能搞定，还有什么事儿解决不了的？真情果然是能感化一切的。好啦，你就别笑话我了。你说我怎么就不能感化王可可的呢？你们又怎么啦？
也是我不好，我害他差点丢了工作。他丢工作了？并没有，后来我又想方设法帮他保住了。可是他特别怪我。那你赶紧找他说清楚啊！其实我做任何事情，都挺替可可想的。你说这李小军和沈兰卓，他们都那样了，我都没告诉他，就是怕他伤心。李小军他又怎么了？并没有什么证据啊，只是有这个苗头而已。应该不会啊，我看可可她挺正常的呀。他就算有什么，他也不能告诉咱们呀。当时我这么反对他们结婚，现在婚也结了，就算有什么委屈，他也不敢跟咱们说呀。你不也这样吗？我怎么了？我现在不都挺过来了吗？果儿，我觉得李小军这个事儿，你先别跟可可说，他那脾气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你看，咱们这么体谅他，他一点都不理解我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们3个是这么好的姐妹，不能有隔夜仇。你赶紧把这事儿跟他说清楚了，啊！约我要跟我道歉呀？哎呦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有我的难处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你这工作保住了。大小姐，您能不能给一个笑脸呢？还有什么事啊？有事快说，我跟小军约了看电影呢。可可，你这浓情蜜意的，李小军他跟你一样嘛？你别整到最后弄了个自作多情。说什么呢？小军对我好着呢，该不会是你对你那个总经理男朋友开始疑神疑鬼了吧？我们又没结婚，我们各自都有独立的空间，天天都有新鲜感，天天都有惊喜。哪有那么多的惊喜啊？那爱情和婚姻一样，都是需要经营的。今天好，并不代表以后好。稍不留神，你就会被人趁虚而入。你要想抓住你们李小军的心，必须听我的。男人呢，可是一种视觉动物。面对这种动物，如果你不让看到亮丽的风景，他的视线就会转移到别的女人身上。婚姻呢，是会变一种可怕的魔术的，它会给你一种错觉，让你觉得自己很幸福，然后你就会疏于经营你的婚姻，接着你就会被人趁虚而入。所以说，当你面对你老公的时候，一定要经常换衣服，发型要天天变，指油、口红要多红涂多红，还有鞋跟不能少于10公分，香水只要拿到你就可劲儿喷啊！可可啊，哟，你这要上哪儿去啊？我想去接小军下班，给他一个惊喜。啊，真好。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妈妈早就说过了，就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，要打败外面那些女人。那我先走了。李小俊，我今天要给你一个惊喜。